中国新版的地图，甲别人的土地划入家己的领土，美国国防部批评中国小想扩大领土，搁逼人接受。G20高峰会拜六要伫咧印度起稿，有媒体也讲，印度为着迎接贵宾，是甲边面咧大所在拆掉。日本今日发射火箭，在探测器要就月球，预计明年2月会登陆，若成功，就是世界第5个就月球的国家。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咱总统蔡英文访问咱的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庆祝因建国55年，嘛是国王55岁生日。蔡总统是感谢史瓦蒂尼伫咧国际替咱讲话，嘛帮咱争取参与国际活动的空间。事实上，史王也跟我说，他说，现在很多的非洲国家的政要都跟他在询问有关于台湾的事情，也关心台湾的事情。做访史瓦蒂尼和媒体的参会，蔡总统受到非洲政界真大的欢迎，佮讲到台湾伫非洲的重要度正在提升。政府推动的非洲计划嘛，会强化台非关系，替下任总统佮拓外交空间。尤其国内的大选，外界更加关心驻美代表萧美琴，敢是民进党赖清德的副手，蔡总统敢有伫中斗协调？如果他有觉得有好的可能性的话，那就是要由当事人自己去谈哈。那如果有需要我协助的，那我当然也会帮忙哈。另外，最近传出美国对台湾施压，讲要开发生物战剂，这假消息。蔡总统强调讲，中国介入选举的手法合力量是一直增加，方式真多元。这种认知作战对台湾民主是真重要的挑战，个人一定要注意，相关单位嘛要较紧解说和澄清。尤其政府执政的主调是稳定和发展，会克服挑战。就是2个字，就是稳定发展。我们也都是一个冷静的姿态，一个稳定的措施，来一一的克服这些挑战。蔡总统参加友邦史瓦蒂尼55年的国庆，嘛是史王温史瓦蒂3世55岁的生日。台语是比较王室的成员和各国元首。史王致辞的时阵，佮第一个讲到蔡总统。Her Excellency President Tsai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蔡总统的位就伫王母和王妃边啊，下面是真接待互动。蔡总统嘛参观四间政府病院，尤其2021年完工的急诊大楼是大使合作的成果，嘛感谢8亿医疗团队14天的拍拼。一做就做了14年，非常的不容易。世界卫生部长嘛感谢台湾在疫情期间是这么斗3工，而到台湾的讲话经验无法度参加世界卫生组织是无合理的，讲因会继续帮助台湾捍卫权益。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新版的地图是甲南海一寡岛，佮有甲印度交界的一寡经济区，拢划入去家己的领土，这是引起真济国家抗议。美国国防部就批评中国，想一直用这款定位边界方式来扩大家己的领土，而且佮去逼别人接受。咱台湾嘛去互中国划入去，所以讲咱的外交部就强调讲，无论中国安怎变东变西，拢无法度改变咱国家的存在。中国8月底发布的新版地图，甲南海各岛、甲中印争议领土划入去，引起真侪国的抗议。美国国务院已经表示拒绝接受地图非法的领海主张，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头一届无爱参加伫印度举行的G20峰会，外团都是甲中印边界纠纷以及地图有关。北京国安顾问苏利文表示，希望中方慢半烟扰乱者影响合作。The question of tensions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affecting the summit, really, that's up to China.If China wants to come in and play the role of spoiler, of course that option is available to them. Their attempts to try to create a new normal in terms of resetting boundaries and then expecting other nations to comply with that. 美国国防部指出，这就是国家是安怎搁再看到美国甲印太区域盟邦以及友好真密切的合作，伫捍卫自我主权方面进行协作。对于中国也甲钓鱼台划入地图，日本透过外交管道提出抗议，不过中国拢无插。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的地图将钓鱼岛标为中国领土是理所当然的。那张所谓的标准地图，其实就是中国威权扩张主义的证明。外交部重申，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咱国外交部也对中国地图提出抗议，讲无论中国安怎黑白母，拢无法度改变咱国存在客观事实。不过进前，英国国会下议院外委会罕见的伫官方的文件称呼台湾是独立国家。美国国会是毋是原来的共款？参议院多数党的领袖苏莫接受访问的时阵表示，美国应该维持目前的现况。记者综合报道。G20国集团高峰会，这礼拜六就要伫印度起稿啊。印度总理莫迪发予各国领袖的邀请批，是用巴拉特做因的国名来称呼家己。大家就在要讲，印度可能是要改国名，安尼才会当脱离过去10年的历史。另外，为着迎接各国的贵宾，印度新总理最近是一直咧整理市容。不过，即阵是有外国的媒体也讲，印度的政府为着做这表面的功夫，是甲边面的大的所在拢拆掉。4个月就发动49届拆厝的行动。遐民众就指控政府拆因的厝，煞叫因家己找所在大，拢无甲因安置。不过，印度的官员是表示，迄寡所在本地就是国有地，因拆拢是违建。印度的穆迪政府一直拍拼要甲英国统治期间留落来上场，为印度的城市景观、政治机构、甲历史册内底刷走。不过，外界咧以为也有一步要做，可能是上大条的。穆迪本人定定用巴拉德这个梵文名代替印度。印度人民党的成员嘛爆发起改国名的运动，要来摆脱殖民思维，回归本土。伫举办20国集团高峰会的进程，有消息讲，总理穆迪送予各国领袖的正式满意邀请函，以巴拉德总统取代印度总统，引起外界改国名的猜疑。Mr. Modi and the BJP are definitely using the G20 summit to for their electoral gains and for political advantage. 印度媒体的消息讲，穆迪政府会伫9月下旬召开国会特别会议，提出改国名的决议案。伫无共作业、无共政治立场的团体之间，引起真大的争议。另外一方面，穆迪政府开1亿美金，用1年的时间筹备20国集团高峰会，要打造欢迎强大的形象。总领到2000多万新德里，几若年来有真侪民众寄居伫无规划的市区，变作垃圾的贫民区。为了市容的美观，当局伫4月初1到7月27之间，拆除49个乱建区，收回政府用地229英亩，居民拢安置去围困社区。一个单间1个月厝税按2500印度卢比，引起民怨。तो हम कहाँ जाए? कुछ सुविधा नहीं, कुछ रहने का पता नहीं, कुछ आता नहीं। ऐसे हमारे घर सब घर कर दिए रोड पर। उनको तो ऐसा बीमारी वाला तो जिंदा ही नहीं रह पाएंगे। हम गरीब का हाई लगेगी, दो बार लगेगी। 整座的市区徛20名国旗在青影的现代车路，另外一边是野坎贫民区的大步场，居民去用安置去别位，汽车嘛赶出市中心，也若因是去用刷去倒位，外界都无清楚咯。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日本杰尼斯演艺公司将社长喜多川在世时阵是牵涉性侵案，现今的社长今日确定证实这件代志是有史以来头一届，伊嘛宣布辞职落台。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北韩甲罗西亚一直咧展现关系真歹。不过，根据情报显示，金正恩是3年前就开始派海客偷摕罗西亚生产武器的技术。英国《Times》报道，英国一个兵仔涉嫌伫咧军事基地藏炸弹，被关伫咧监狱等审判。不过，即阵已经是美伫咧车底逃狱，英国警方也搁咧找人。昨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总统拜登的后生亨特是涉嫌偷走税，搁非法持有枪。伊认罪协商已经失败，检察官可能9月底进行对甲起诉。这件代志恐惊是会去影响到因老爸总统拜登竞选连任。上尾是《华盛顿邮报》，墨西哥的最高法院推翻一项甲摕囡仔当作犯罪法律，允准联邦医疗系统会当作摕囡仔的手术。这伫咧新天主教国家是一个真大进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暂时搁去基辅访问，这主要是搁宣布要提供一笔10亿美金的援助。不过，同一天，罗西亚是搁随攻击乌克兰东部顿内茨克的一个市场，造成17个人死亡，32个人受伤。
救护人员甲受伤的人一个送病接受治疗。无远的所在，一个人看到飞弹攻击了后，血还阁伫咧烧，乌烟一直清出。乌克兰东部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虽然受到俄羅斯的飛彈攻擊，有這個人真多市仔內面造成真多人死傷。Увидела только вспышку и только успела девочкам крикнуть все на пол и все. Все покупатели, что были на пол, упали, все продавцы, фармацевты, все упали на пол. Ну все посыпалось и все. А потом началось задымление, все начало гореть. 真多警消甲救援人員伫咧搶救，不過現場已經有真多無辜的百姓當場死亡，路邊有踩真多已經燒甲烏草大的屍體，塗骹也閣有受傷的人的血跡。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批評，而且並無軍事目標，只是一個和平的社區，要求俄羅斯為因的暴行付出代價。Щодо чергового російського теракту на Донбасі, в місті Костянтинівка, який відбувся сьогодні, удар просто по ринку, по магазинах. 就伫攻擊發生即天，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正伫咧訪問基輔，伊由烏克蘭的外長庫列巴陪同，最近去麥當勞食煎馬鈴薯加蘋果派。這是俄戰爭以來布林肯第4遍到烏克蘭，並且伫咧基輔過案。要也甲澤倫斯基見面，並且宣布新的價值超過10億美金的援助。So struck by the courage, the strength, the resilience of the Ukrainian soldiers, the Ukrainian people, and Ukraine's leaders. We are determined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continue to walk side by side with you. 布林肯是烏克蘭6個展開反攻以來第一位來這訪問的美國高層官員。國務卿官員講，華府希望甲基輔討論反攻的計劃，評估戰場的需求，也閣佇咧冬天來進前，愛做多一寡準備，來強化烏克蘭的能源安全。公視新聞張偉林編輯。印度前一陣仔才成功登入月球，今日日本嘛發射火箭，希望會當做在世界上第5個就月球的國家。這回日本的火箭頂頭是載一粒新型的探測器，號做月球槍手，預計是明年2月就當登入月球。伊上界厲害是伊的精準度，而且這隻探測器甲其他傳統的比起來是加真細隻，伊會當控制伊降落差佇咧100公尺以內。安尼就會當更較接近人類想要探索的目標。日本國產的 H2A 火箭早起佇西南部的鹿兒島縣中諸島宇宙中心順利發射升空。頂懸是在日本家己研發，紅叫做是月球攻擊手的小型無人探測器實驗，暗算3到4個月來到月球軌道，明年2月登陸，目標是月球的低緯度平原新洲海。今回のSLIMがですね、これまで他の国あるいは民間企業でトライしてあるいは実現した月着陸と違うのは、再三あちこちでお話してい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ピンポイント着陸ということで非常に高い精度で着陸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ります。約100メーターぐらいの精度を実現する。でこれは日本航太官員講，目前各國的月球登陸器實際上登陸的位定定攏是偏目標的位10公里以上。日本的智慧型月球探測登陸器是設計較較準，降落差的範圍是控制喺100公尺內。頂懸閣有先進的設備技術的數位相機，會喺起立了後開始真濟的探測任務，包括收集月球表面火山口地形的數據資料，而且來做識別。今年4月，日本第一個民間企業發射的月球登陸器白兔仔號喺月球表面摔落來，檢討報告講原因是軟體定式有問題，閣有臨時換登陸的地點，互控制系統無法度分辨。這擺 H2A 火箭原本是8月26就要發射，但因為天氣取消3擺，這擺起立了後，日本有可能變作前蘇聯、美國、中國和印度了後第5個登陸月球的國家。世界中の多くの国あるいは民間企業を含めですね、月面着陸に取り組んでいるというのは非常に競争という環境をという意味では非常にいいことだと思っておりまして、その JAXA としても当然ながら、その中でさまざまなものを実現していきたいと考えております。另外，這擺任務嘛，這一粒日本、美國和歐洲航太機構作為開發的新天體觀測衛星，在火箭升空差不多14分鐘後，已經成功送入去地球的軌道。公視新聞曾慧敏編譯。
美国纽约顶个月是发生鲨鱼的攻击事件，有一个负责人的骹腿是去互鲨鱼夹掉9公斤的肉。警方即暂时拢真紧张，一直用无人机咧监测鲨鱼的行踪。有专家就警告讲，这几年海水温度愈来愈悬，这鲨鱼是有愈来愈晚近化冰的现象。美国警方出动无人机监测纽约红桥区南部洛克威海沙堡深受鲨鱼出现。因为这无偌久之前，才发生有一位65岁女性互鲨鱼夹着伤，警方正注意。虽然天气正热，大部分的游客也是踮伫咧海沙堡岸遐，囡仔伫咧耍耍，无落去水的。Yeah, I'm kind of scared, really, for my kids. But she likes the beach. They like the beach, so I try to, let them wet their feet. But now it's really scary, so just got to be careful and stay out of the water. 参加夏令营的囡仔伫海边无偌远的所在练习冲景，做家长的虽然会担心，但是也是希望家己囡仔会当体验新的代志。Certainly heard about the incident a week or two ago. I called the surf folks. They told me about their protocols, how they approach it, the situation. I felt comfortable, not completely, but that's why I came out. 有专家认为，是因为这几年海水温度变悬，鲨鱼才会慢慢走向海边，挖掘陆地潜水的区域。但是纽约水族馆动物部门的馆长沃尔特斯看法无同，叫民众免啥担心。Shark attacks, shark incidents, shark encounters in general are rare. The ones where people are injured to that extent are the rarest of the rare. As a matter of fact, this is the first shark attack incident encounter period in New York City in over 60 years. 沃尔特斯讲，鲨鱼出现伫纽约的海域已经有几600万年的历史。伫纽约海湾有27种的鲨鱼，伫热天挖掘海岸的地区，会当发现8种到12种的鲨鱼。要避免鲨鱼攻击，上好的方法就是提高警觉。公司新闻新乐配编辑。根据联合国最新的报告，全世界是有3500多种外来种，已经咧威胁当地生态甲人类的生存。当年拢会造成13条代表经济损失，而且是有60%的动植物断种，这原因拢是因为外来种。甚至有专家表示，今年夏威夷的野火会遐尼严重，就是因为这人类用来饲种生仔的外来种草啊，已经脱生甲伤济啊。布地莲、亚洲大黄蜂、蓝色毛蟹这个外来入侵种，当地威胁世界各地的生态。根据联合国的报告指出，目前有3500多个外来入侵种，对于全球的环境、经济、粮食的安全，甚至是人类的健康拢有危害。美国夏威夷毛伊岛顶个月发生正大的野火，造成至少115人死亡，这是美国这世纪以来上致命性的天灾。专家指出，灾情会这么严重，除了气候暖化，嘛甲为澳洲引进成长正紧的草仔类饲养家庭有关。Right now we're in Hawaii with the terrible fires that we've seen. This has been linked to the proliferation of some African grasses that have grown there and which are used to a different fire regime, meaning that they grow, they burn, they grow, they burn very quickly. 外来物种透过贸易旅行传播，有的是经由人类故意引入，也是6成动植物灭绝的主要原因。而且全球化、环境退化加气候变迁的影响下，入侵物种的数量甲冲击一定也会扩大。专家表示，当年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差不多有13.6条代票。But of those costs that are tangible that we've been able to gather together, we can see it's $423 billion annually. But we also know that looking back, then these figures have been quadrupling every 10 years. And we have no reason to think that that isn't going to be happening into the future. 联合国的这份报告指出，目前有3.7万种动植物甲微生物，互人带到新的生态地，变做外来物种。外来入侵物种会危害一个区域的原生物种，嘛会散布病毒，亲像蚊仔会传播天狗热、马拉利亚、朱卡病毒等等，严重危害人类的健康。这个外来入侵物种原来会透过甲其他物种的杂交，改变本地基因库，改变生态。啊，毋过咱人拢无想到这个危险。专家警告，到西元2050年，入侵物种会比目前佫增加37%，持续冲击全球各地生态系统，也威胁人类的生存。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
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美，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